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是蔡嘉林先生演唱的《心肝乱什么》。这首歌呢，作词作曲拢是廖伟智先生啊。这个目前呢，这个廖伟智先生在天良电视台督办这个第3届的这个歌唱比赛了哈。有同学呢想要来去那里玩一玩所以就要演唱廖伟智先生的作品拄好这首歌就是啦哈，而且是明日之星蔡嘉林演唱的哈就想要来唱这首敲完很久，希望岳云老师来在群组上面来教一下，没问题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这是 A 大调的歌曲我们来看一下 A 哆哆哆拉，第一个音是啦啦啦啦啦，速度是69来我们来听一下速度2 3 4 1 2 3，啦啦啦咪咪瑞哆西哆西啦，再一次啦啦咪咪瑞哆西哆西啦，为着你我的情已经枉费，为着你这两个音为着你我的情也是请加装饰音，已经枉费这个要跳房子一定要跳房子，前长后短。为着你我的情已经枉费枉费这里有个装饰音在后面呢，是啦啦枉费。哆哆哆哆瑞咪咪嗦咪瑞咪2 3，哆哆哆哆瑞咪咪嗦咪瑞咪2 3，是上水都在无你的深气这里有装饰音，是上水都在无你的深气，嗦咪瑞瑞哆瑞瑞咪啦啦嗦咪，嗦咪瑞瑞哆瑞瑞咪啦啦嗦咪，你的心闭口音，你的心那冰那轻轻度你的心那冰，我的心，这个心心是第一拍所以可以用一点点力啦。我的心那甜那两个音，你的心那冰，我的心那甜，是啦嗦嗦咪嗦，啦是啦2 3，是啦嗦嗦咪嗦，啦是啦2 3，想要回头是无请加一点点装饰音，想要回头是无可能，零也是嗦要加一点点装饰音来，我们从这里列心了，列嗦咪瑞，你的心那冰，我的心那甜，想要回头是无可能，啦咪咪哆哆咪瑞瑞咪瑞哆啦，来。啦咪咪瑞哆咪瑞，想为何搁会想你？为何搁会想你？瑞咪瑞哆啦，这个咪瑞哆啦咪瑞哆啦这个点点呢是这个拉这个装饰音的低音不是附点你看附点它会点在这里它比较高了一点点，对不对这个不是附点
瑞咪瑞哆啦，这个哆啦两个是一样长的哈。啦咪咪瑞哆咪瑞，瑞咪瑞哆啦，再一次，啦咪咪瑞哆咪瑞，换气，瑞咪瑞哆啦。为何搁会想你？我去我家己。哆哆啦哆啦哆瑞，哆哆啦哆瑞，瑞哆嗦咪，嗦咪过会去嗦咪咪来，哆哆啦哆瑞，瑞哆嗦咪咪，嗦咪咪。明明一段情，明明一段情已经过去，明明一段情已经过去。来，我们从这里。为何搁会想你？我去我家己。明明一段情已经过去。好，到这里呢，主歌就唱完了，接着就副歌了。来，我们来把主歌整个连起来唱一次哈，1、2、3。为着你，我的情已经枉费。时常醉倒在无你的深枝，你的心若冰，我的心若甜。想要越头是无可能，为何搁会想你？我去我家己。明明一段情已经过去。好，再来呢，就副歌了。咪嗦啦啦啦嗦嗦咪，咪嗦啦啦啦嗦嗦咪，啦哆瑞瑞瑞咪瑞哆啦，咪嗦啦啦啦嗦嗦咪，啦哆瑞瑞瑞咪瑞哆啦，心肝乱乱乱什么？酒精已经变老醉。哎，这里来，心是闭口音，请要注意哦。心肝乱乱乱什么？古今已经变老水，变流水流水来。心肝乱乱乱什么？心肝古今已经变老水，看你要流水也要流水，拢会使啦有在你这是文音甲读音啦这个我们不妨可以参照一下，他唱流水啦心肝乱乱乱什么？古今已经变流水。哆哆啦哆啦瑞瑞瑞哆瑞咪，这个啦哆啦请要注意，两头短，中间长。啦哆啦瑞瑞，啦哆啦瑞瑞，啦哆啦瑞瑞，这里的。哆哆啦哆啦瑞瑞瑞哆瑞咪2、3。哆哆啦哆啦瑞瑞瑞哆瑞咪2、3，咱的幸福也已经来牺牲，咱的幸福也已经来牺牲。咪嗦啦啦啦嗦嗦咪，一样跟前面一样，没错不过后面这一句歌词不一样啦哆瑞瑞瑞咪瑞哆啦，爱恨的放伊随风去，爱恨放伊随风去，心肝乱乱乱什么？爱恨放伊随风去，心肝是第4拍，所以这个心肝不用用力，轻轻的就好了。心肝乱乱乱什么？爱恨放伊随风去，这个心肝跟爱恨都是第4拍，不用用力，要用力的是谁？乱这第1拍嘛来，心肝乱乱乱什么？爱恨放伊随风去，来，我们从这里，1、2、3。
心肝乱乱乱什么？旧情已经变流水，咱的幸福也已经来去成。心肝乱乱乱什么？爱阮放伊随风去。瑞瑞瑞哆咪瑞瑞哆嗦哆啦，来这里来。瑞瑞瑞哆咪瑞瑞瑞瑞哆咪瑞，奖金我是我，奖金我是我。这个头前短后壁长吼。瑞哆嗦哆啦，瑞哆嗦哆啦，瑞哆嗦哆啦，你是你，你是你，奖金我是我，你是你，奖金我是我，你是你，心肝乱乱乱什么？爱阮放伊随风去，奖金我是我，你是你。好，到这里呢，看到这个是什么？反复记号。来，请从头又唱啊，从头又唱一遍来。为着你，我的情已经枉费人世。水上水都在无你的深机二三，你的心若冰，我的心若去，想要回头是无可能。为何搁会想你？我气我家己。明明一段情已经过去，心肝乱乱乱什么？旧情已经变流水，咱的幸福也已经来去成。心肝乱乱乱什么？爱阮放伊随风去，奖金我是我，你是你。好，第二次呢，唱到这边的时候呢，接着有3拍的这个节奏，然后呢，请接第三啊，第三在哪里？第加哦，就是副歌了啊。这里前面就是主歌嘛啊，从心肝开始就是副歌，所以第一次呢，哦，唱到这里，从头啊间奏之后呢，从头又唱又从奖金我是我，你是你，哎，间奏1、2、3。心肝乱乱乱什么？爱情旧情已经变流水，咱的幸福也已经来去成。心肝乱乱乱什么？爱阮放伊随风去，奖金我是我，你是你。看到这个乌龟，请往后面找乌龟。来，奖金我是我2、3，你是你。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来，瑞瑞瑞哆咪瑞2、3，西拉嗦拉2、3、4、1、2，来，从这里哈，来。瑞瑞瑞哆咪瑞，西拉嗦拉2、3，这里8拍，这样就结束了哈啊！所以呢，我们你看第3次从这里心肝乱乱乱乱乱起，这样奖金我是我，你是你，看到乌龟找乌龟来。奖金我是我，你是你，2、3、4、5、6、7、8，哎，这首歌呢，这样就结束了哈。哎，想去参加这个廖伟智老师的歌唱比赛的同学呢，哈，可以练练看哈。喜欢我们 YouTube 岳云爱唱歌频道的同学，欢迎到这个 YouTube 来。订阅、按赞、加分享，并打开铃铛哦！谢谢你今天分享心肝乱虾米就到这里，我们下次拜拜。